继续来到云林县，春天要开始来种植咯，但是这个水是真欠，所以农田水利署紧急抽这个深水井，要来补充到灌溉水。想要到最近这半个月以来咧，包括这个斗六、斗南大比的水井电源控制箱的电缆线，拢去互加长偷摕去，总共有8件窃案。即卖拢无法度来抽水咯，有100多公顷的田无水通灌溉，农民是气到噗噗跳，都惊会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。水管一直抽水，把水灌入去田内底。云林即马当时春季，需要用水压田，不过全国已经伫咧欠水，所有背靠深水井抽水工作站伫咧半个月来互破坏，把水井电源控制箱的电线加长摕去卖。去用加油无水通帮，足麻烦的。咯，麻烦。先过分哦，先过分吼，一定欠水啊，干呢？系啊。抽水工作站无法度抽水，农民气甲噗噗跳，受到影响的田有300多架。管理单位赶紧报警，发现是一个细粒的插蜡涉案。查扣电缆线1批，它重量约20几公斤。那目前我们县内还有多处水利站遭窃我们也不排除是同一个人所为。警察会调查敢有共犯，或者是敢有集团咧甲控制。调查发现，嫌犯偷剪电线，再去资源回收卖，1公斤卖100-200。不过破坏一座抽水站，修理要1万块，更有可能会漏电。现在发现了，然后我们会请厂商来估价，然后再网上呈报，这样大概程序大概是10天左右。所以好友资源回收站袂当黑袂收，唔知为倒位来电线，可袂变共犯。嘛且农民互相斗相共，顺路抽水站的情形，可袂互贼仔搁走来破坏。